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寄钱会减，寄话会加。寄钱会减的意思是讲，你有一条钱要互人，毋过需要借第三者来处理。若准这个第三者毋是一个老实的人，无定着金额伫咧转手的时阵会减。寄话会加，就是讲你请人传话，迄个人煞甲家己的意见掺做伙，到尾这个话就甲原本的内容有真差。这句俗语主要是要提醒咱，若是要请人斗相共处理代志，上好是找一个会当信任的人，若无是颠倒甲家己找麻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